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透早阿公已经来过啊。主文，我并无想要伤害阿官，真实的，就亲像我不愿意伤害我家己同款。这毋是咱三个人的问题。有一件代志我袂当谅解的，你真有钱，你无应该侮辱我，一直到透早我才知影真正的身份。不重要。重要！我为我女朋友欺骗我，侮辱伊的一切，这对我来讲是种侮辱。你认为我亏你袂起吗？不是，主文，我无叛你，是因为我惊着伤到你的自尊心。即马我知，但我即马就袂伤到我的自尊心无？我是为你设想嘛？唔是，你无够坦白，你欺骗我。主文，我爱一份坦坦白白的感情，我要因为我的身份，互你看我无起啊！你认为我亏你袂起？好啊，咱莫做伙嘛，分开。我不是这意思嘛。不管是毋是有迄意思，我认我有互欺骗的感觉啊！我今仔来就是讲正代志，我即马有讲煞。主文，相信我，我是好意。我并无去想要伤害任何人。好，你是我唯一真正爱的人。你莫跟我讲爱我爱，我无种欺骗的感情。关系到你的身世，我早起已经甲你老母白如卿讲过。阮老母白如卿，对。我拄要去恁兜找伊。哦，我嘛拄仔要来看陈小姐，有咱先来等。哎呀，我要等下就卡。要等你装卡。哦，拄则我嘛有来找阮的，当他才走呢尔。恁两个代志，伊拢甲我讲。主妇，你甲阮自细汉斗阵较大，那是会当的话，实在毋好辜负人的感情。主妇，毋通甲恁老爸共款，辜负人的感情，规世人是享袂完的。主妇。我无意思讲，你爱甲什么人合，爱甲什么人离开，也毋过即款代志，你一定爱慎重去考虑。
做文，咱是人，尤其你是一个查甫人，感情的代志，你一定要决定要好，要无你会后悔规世人。我会当了解，我要像我老爸咁款，我会珍惜阿公甲玉萍互我感情。我即摆要转来，就是我做决定。哦，我找你是有一件代志要问你。玉萍老母讲，你就是我老母。玉萍老母就是。较早我生产迄产部，伊讲叫我来问你老母亲。哎呀，我想到袂记交代陈太太，袂晓讲这件代志。你讲啊，是毋是真是？你敢会相信？我不相信，我相信我老母是手好，伊承认啊，伊嘛为我死啊。那是，你都唔通相信玉萍妈妈对你所讲。你的老母就是手，伊为着你牺牲伊的死，伫你的心肝，手话这是你伟大的。我是有甲你讲过，我是有一个后事。伊嘛无死，我知影是啥物。阮无惊心血通烧，偏无中。在我心肝。我知影伊就是环境，我知影伊就是环境。我知影你是我的老母，你是为着要甲爱老互秋华签成的。阿母，你互秋华伊会感激。我会惊，我会惊。我的囝开始就徛伫我的面头前，伊就是我的囝。虽然我袂当理，不过你一定会知，你心肝一定会知，你会知，你会知影我就是你的老母。足歹势，你是我失态，将你当作是我。不要紧啊，我真欢喜你会使甲我当作是你的囝。我来走。做。我等来看你，小姨也我。我一定来看。
甲小俊两人一直伫牧场啦。啊，阮来听。伊可能过几工就转来。阿乖，你敢有看到我妈妈？我咧想讲吼，过几工啊，要较出强，要较看我妈妈，我足想伊呢。阿乖，你敢若无啥对人呢？是啥代志是？无啦，无啥物。阿伯，咱你人唔好咯，那无你房间内边好困啦。管啦，你回来啊！阿妹啊，这几工啊无看到你哦，阿妹足想你的呢。多谢阿亲伯。出门呢？伊台北有代志，可能过几工就转来。伊是毋是我回来？这个囡仔还可能放我，还可能放过去，伊无想要回来。袂啦，阿亲伯，伊真正台北有代志，可能药品姐心脏病发作，伊伫咧照顾伊。阿管，你讲这句话我听无？伊甲玉萍有啥物关系？管，阿伯我要搁开欠，你知影无？阿亲伯，我袂晓瞒你，做文这个去你台北，实在同药品姐，伊嘛相爱。啥？爸，你哪会用笑？爱，无啥物会用袂用，只要伊是真心。阿亲伯，药品姐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的心肝也真善良。做文爱伊，伊嘛会帮助做文成功，这哪有啥物无好呢？袂用嘞！阿爸，要是少文送你去病院看卖下去啦，好不？阿爸，来病院看卖下去啦，好唔好？阿爸，这比看袂好。你什么人都袂使，甲小秀老母讲我伫有这款情头。啊，我知影讲什么人甲伊讲，我袂原谅伊。阿亲伯，那咧，我先甲物件挂转来厝，可能就过来看。予我怎样想，拢想。
个不好嫁不上来。我已经找到我的老母，你嘛证明讲我就是你的亲生囝。你当然是阿爸亲生囝，你起码是，以后也是将来拢是一世人拢是我的囝。阿爸过去，对不起，所以即马上天的处罚，处罚讲我虐待我家己的亲生。是我过去的代志，莫搁再讲啊！我只要知影我是你的囝，你莫怀疑就好啊。这是阿爸应该报应啦。啊，阿官拄才转来，甲我讲的代志，是不是确实？出门啊！若是会当哦，唔通讲谎言。你自细汉到即马，为你付出遐尼多，你一世人要献你都献不了，你知影无？我知，我知就好啊。王先生，王先生，王先生啊！周文，周文，我真正着急要来这里，我是要拜托，我拜托你来救阮玉萍，好无？周文，因为伊无愿意来失去你，这一生中，你才是玉萍伊真是所爱的人。周文，我袂当忍受伊对我无坦白啊！周文，只要伊的出发点是好意的，你无理由来误会伊，搁来责备伊。伊因为你的误会，心脏病搁来发作，医生呼伊落爱开刀。周文，我希望伊要手术以前，你去陪伊看一下，好无？周文，为着玉萍，我这个做老母的，我特别来拜托你，我来要求你。你搁咧求我，叫你敢去看药瓶子啊？周文，主，搁甲安怎讲？药瓶子嘛是你真心爱过，你会当离伊生死关头唔管。如果你会忍受安尼，不只是药瓶子也袂原谅你，我嘛袂原谅你。乖，紧去，药瓶子的性命比啥物拢较重要。我随来。阿官，我唔知要哪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。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代志到这，我只好把这根点卖掉，才会用解决代志。我嘛会用安心啊离开这。我念明后要甲太太来等下台北，主长，你会记哦，爱打电话给我哦。会啦，我会记的啦。秀秀，你千万你也会记哦，莫甲阮爸爸破病，但是甲恁母讲。你放心啦，我知影啦。你先车先等，我甲阿文讲者，我随来。
好，呀，秀秀。